今天我们来到港医师为访问的是国民党提名的港医师总长线演陈怡贞参选人您好。嗨，艺人好，各位永金开港后，南黑陈怡贞，我是陈怡贞。艺人好，主持人好，我们是老同事。对啊，其实嘉义市的客家人口比例啊，大概在台湾全岛可能只比台南市多一点而已，大概只有6%。以客委会新的依照客家基本法为基础这样子的调查，以你勤跑基层，你觉得嘉义市里面的客家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一般观众觉得它是很难发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不觉得很难发现，而且我是到处在发现，因为我自己乃黑哈嘎宁啊，我们就有几分之几的这个血统。那我从小哈，因为我从我阿祖的时代，我祖母的父亲在嘉义市哦，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从那一代开始就在嘉义深耕。那么我记得呢，从我爸爸到我阿嬷，我们吃的菜，阿嬷煮的菜。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客家风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但不会难发现，而且还常常在发现。那我自己行走基层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哦，其实在嘉义市有非常多的客家重点，怎么说呢？像我们在嘉义市就有整个的南台湾算是最大的一个包中义民庙，在我们的南田市场，它是大概民国46年的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等于是说有非常多人他们到嘉义来发展，所以发展出这个云嘉南最大的一个包中义民庙。所以呢，每年的许多的大活动啊，大家都会来这边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的记忆跟一环。那另外呢，包括我们的政府跟民间也投入非常多的资源，像我们嘉义市的鹿寮里，鹿寮里这边有非常多的客家乡亲，所以鹿寮里现在有整的一个文化的园区，叫做我们的城市伙房。那在城市伙房这个区块当中呢，就有包括它的休息空间，包括它保存的生活记忆。那么对我而言，我觉得未来我还希望延伸，不管是文创造街、历史街区，然后还有公民团体，以及我们的客家的这些文化记忆的保存，生活的实践跟体验，我认为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发现。所以我觉得分成非常多的层面，不管你从语言，或从学习，或从空间，或从实际的区块吸引大家在嘉义来面对跟体验客家文化都是可行的。嘉义是不是偏乡？但是是不是你也发现其实年轻人是流失的，所以很多的政策会跟年轻人要扣上。嘉义这个地方，你的生活所费并不会太贵，而且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发展里面，我们保存了很多原有的这个城市的氛围跟风貌，比如说历史的街区，它没有被开发或破坏掉。那么这个城市慢活的精神，其实是一个吸引大家留在这里，它是一个适合人居的城市。所以我把嘉义市定位在台湾的生活首都。人家说你来改情能当，你也当给我能当。你有文化观光、医疗观光、美容观光，大家都非常的健康，它本来就是一个健康城市。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青年返乡的轴线是必要的，大家很期待回来，而且大家喜欢回来生活。那么我就必须要透过怎么样的方式，人工和少年郎五套楼老当五教狗，我们要让年轻人能够有工作的机会跟在这里深耕的机会，让长辈得到照顾。那我认为嘉义就是文化跟生活是我最大的一个重点，文化优先的生活首都，所以我会用最大的力量来处理这个区块。那里面当然就包括我们的客家文化，我觉得嘉义市绝对有条件把它做得非常好。之前的青辅会对您是很重要的经验，那刚好您的可能对手或者说外界会有一些质疑，也是说可能您的从政的经验不足，可能只有青辅会。那您怎么去看？我反而觉得大家认为好像很弱的，就是我最强的。怎么说呢？大家认为最弱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觉得我们绝对站在人民的这一边。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他比较年轻，那他的经历跟资历，他如何来展现他的执行力？可是恰恰我想要跟大家报告过去从公共参与的这个历程以来，我反而觉得我们可能有所坚持，我们可能有所突破，我们会有所创新，是我们的强项。在青辅会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关注，而且支持青年的各种行动。所以当时包括说学费调涨的问题，大家叫我下台，可是我直接也有跟教育部沟通，那次并没有涨，或者是说
也有曾经有立委的关说案，我可能站的立场跟外界看的不一样，可是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青年及客户有所坚持，或者是说捐年终奖金，那我们就是认为应该要帮助弱势团体，我们应该要直接的讲出来，我们不一定要照别人所说的，也许这样子的直接说或直接沟通，跟一般人家对于政治人物的思考有点不同，但我反而认为这是我们最具有优势，因为我们知道人民在想什么。那我过去的工作经验，不管是业务员，或者是说从事记者或主播的工作，也是必须了解大家的心声。所以我觉得了解人民心声，为你客制化你的服务是最有用的。它可以避免你在政务的推动上产生无感的问题。因为很多无感就是不知道用不到，所以没感觉就无感。因此那一年在青辅会，我扭转所有的政府业务的处理方式。譬如说，大家觉得，这个青年要找工作，那青年都没有工作，你要不要下台？我盘点了之后发现，我的业务里面并没有帮青年找工作，但是其他的部会有。那我不应该帮忙我的客户？应该。所以我们就请各部会帮忙，我把包括劳委会，他们有所有帮人家找工作的，虽然这不叫我的业务，可是我们应该拿来给我们的客户啊，所以直接跟劳委会谈了一个777-888-0800-777-888的专线，来服务这些所有需要找工作以及在这个工作的区块上面需要协助的青年人，跟所有年龄层的人，24小时都会通。然后还有像青年就业站2年12万青年出师计划等等的方案，我们提供给他。那么我觉得，回归到这个选战上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选举是一个新思维对旧思维，一个进步的力量对抗一个保守的力量，还有一个重视文化跟不重视文化的一个抗衡。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不是蓝绿或党派的问题啊。嘉义一直以来是一个民主圣地，大家说是超级市民，大家有自我思考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个全民市长是不分党派、不分色彩的。那因此，我觉得我会非常坚定的来走这样子的路。那我也觉得应该要直接的了解人民的需求，而且处理在政务上。我觉得我们也有更大的这样子的勇气跟执行力，而且我们更没有包袱。可以来面对市政的进步，我反而觉得这个不但不是弱势，这个是优势，这个就是大家在期待一个新的希望。